各位僱主你好，補充勞工優化計劃自2026年6月16號起正式實施多項重要優化措施。今日我哋將為大家逐一解讀，讓你清楚了解新規定，確保申請順利。呢次優化措施共分5大重點，分別針對餐飲業人手比例、本地招聘要求、殘疾僱員優惠、多地點工作安排以及住宿費扣除上限。讓我哋一齊逐項了解。第一個重點係針對餐飲相關職位嘅全新人手比例規定，自2026年6月16號起，凡申請輸入出品部或者係樓面部職位嘅僱主，每申請一名輸入勞工，必須已經聘用並持續聘用同一部門嘅全職本地僱員3名，即3:1嘅比例。要特別注意嘅係，出品部同樓面部係分開計算嘅。舉個例子，如果你同時申請輸入一名二廚同1名侍應生，你便需要喺出品部聘有3名本地全職員工。同時喺樓面部亦都聘有3名本地全職員工，合共6名。出品部嘅職位包括廚師、點心師傅、調酒員等；樓面部則包括侍應生、接待員、收銀員等。第二個重點係本地公開招聘嘅新要求，申請出品部或者樓面部外勞嘅僱主必須要進行為期6星期嘅本地公開招聘。喺呢6星期期間，僱主每2星期必須出席一次由勞工處喺指定就業中心舉辦嘅實體招聘會，即場面見本地求職者。呢個意味住整個招聘期內，僱主需要出席合共3次招聘會。請特別留意，如果未有按照勞工處安排出席招聘會，申請將會被直接拒絕，不設補救。所以請務必預先安排好時間，準時出席。第三個重點係關於聘用本地殘疾僱員嘅優惠安排。如果公司聘用咗本地殘疾人士擔任全職工作，喺計算人手比例嘅時候，每1名殘疾本地僱員可以對應1名輸入勞工，即1:1嘅比例，比一般嘅3:1更為寬鬆。呢項措施鼓勵僱主積極聘用殘疾人士，同時亦都可以協助增加輸入勞工嘅配額。第4個重點係多地點工作嘅新安排。喺符合指定條件下，僱主而家可以申請安排輸入勞工喺最多5個香港地方行政區內嘅唔同業務地點工作。呢個對於喺多區設有分店嘅餐飲集團或者係連鎖企業提供咗更大嘅靈活性。第5個重點係住宿費扣除上限嘅調整，僱主可以從輸入勞工工資中扣除嘅住宿費上限，由原來嘅10%上調至20%，或以實際住宿成本為準，取兩者中較低嘅金額。不過呢項措施只係適用於6月16號之後，根據新嘅原則性批准所簽訂嘅標準僱傭合約，現有已批名額均不受影響，無需更改。以上就係補充勞工優化計劃今日起生效嘅5大新措施。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諮詢CY。感謝收睇。